強颱風白海豚嘅下沉氣流持續為本港帶嚟極端酷熱天氣，上水同埋元朗嘅氣溫升到37度。黃大仙上村一個男人喺升降機入邊遇襲受傷，另外一個男人由高處墮下死亡。據了解，死者曾經投訴噪音問題。特朗普公布投資關鍵礦產同埋電池計劃，希望減少對中國供應鏈嘅依賴。各位歡迎收睇午間新聞。強颱風白海豚嘅下沉氣流持續為本港帶嚟極端酷熱天氣，多區氣溫升到去35度或以上，上水同埋元朗嘅氣溫達到37度。睇埋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，下晝天氣極端酷熱，部分地區有煙霞。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，吹和緩西至西北風。稍後高地風勢清勁。而家34度，相對濕度63%，酷熱天氣警告、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。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中。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新聞報道完啦，再會。